没有，这个现在我没付钱哦，我们不算开。对，不用钱，没付钱啊，要 OK 啊，你们那么好，没付钱又骂你，朋友聚会真的啦。没有啦，没关系，朋友聚会 OK， 来，我们先坐一下了哈，大家都先坐一下。哦，现在防疫期间，酒店是不能营业，因为避免情绪感染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我想依照这个政经条例哦，你们现在这样子有开业就不行了。哦，就算没有开业，你们聚在这边也不 OK，这边是营业处所，现在就是不能营业的。哦，那你们先坐一下，我们证件要查一下。昨天警方夜间接获民众举报，辖内也有酒店业者私自营业。警方获报后随即规划勤务前往登门临检，发现店内确有营业情事，将相关事证收集之后，移交由业管单位进行裁罚。在此呼吁，防疫期间切勿私自营业，如未遵守相关规定，将可处以最高新台币100万元之罚款。